礼部事便在下月，这国史整理重编也才刚开始，我这一去，怕是顾不及了。又负王相，这2方古墓啊，待我离京，送去给他老赔罪。那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如今尚未可知，等旨意吧。该不会是荒蛮之地。这旨意还未到呢，您怎么就知道要走啊？近日研究义理，所得颇多。前日卜了一卦，算出来即日便要离开京城。主任，那你再补补，咱们去哪儿？所学未深，不能尽知天意。我出去走走。我去给您拿把伞。不必。先生，是要教我咏梅词吗？好词原是天赐予，今日臣不与殿下说文解韵，只踏雪闻香。再采几枝好梅，及一坛花上雪，回去让厨房新雪煮茶，烤一炉梅花馅儿的酥饼。梅花馅酥饼？小阁春帘有烟过，万花红片若听说。取了干泥如凉波，云沙好风声催目，几回疏雨滴软荷，秋行人在热愁多。太后口谕，晏殊的札子无看了，宣枢密副使晏殊从幸玉清昭应宫。臣遵旨。主人，小的接了口讯，未敢耽搁。混账！竟然这许久才赶来。外面在吵什么？启禀娘娘。晏殊应召前来，因为送护板的侍从迟到，一怒之下用护板责打侍从，侍从摔倒，竟然将门牙摔断了。晏殊在殿外责打侍从。晏殊，不愧是被先帝看中留给官家的相才。可真是个妙人呐！晏殊应召，从人迟护，晚到多时，只令君上以后臣下，视为不敬，因此急怒，不慎伤从人，视为无心。训诫罚俸则妥，不至便处出京。晏殊身任辅弼，百僚所法。而奋造无大臣体，故而重罚以儆效尤。
何能仅以罚俸而轻忽此事？请正典刑，以允公义。请正典刑，以允公义。朕尚年轻，涉及朝廷重臣，还请母后决断。执国便如执秤，不过是以公而求平。不平则不稳，不稳乃是国之首祸。是以，吾为这一平字，须得取舍。晏相为官忠直，既能且会，惜乎少年成名，难免凌傲之气，不屑中下之才，愚人过苛。此番严罚，不单是警群臣，也是让晏殊也磨磨傲气。晏殊失仪，不堪为群臣之表率，落枢密副使、刑部侍郎职，改知应天府。淮安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齐，为官敦厚谨慎，于朝有功，升枢密使。官家可有异议？太后处置的妥当。礼部贡举将至，晏殊离京，王增年高，此次烦劳屡以简，尽心相助。先生好心情，好兴致。陛下已行至书房，臣竟未觉察，治家不严，还望陛下责罚。又能如何责罚？如今你已贬出到应天府，尚未启程，便再多贬一级吗？好了，不必多礼。是朕吩咐，谁也不许通报，否则朕要治罪的。先生莫紧张，朕只是有一事纠结，想问先生。官家请讲。《论语》上讲，有一日子路住在石门，第二天一早，看门人问他来历，子路回答自己是孔子门人，看门人立即点头答，原来是崇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门人。世人常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形容孔子门人。先生也是孔子门人，为张齐一事抗辩太后，却自知太后不能容，于是早早收拾行装，坦然准备被贬黜出京，却并不肯违心顺从，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对吗？那么朕有疑问：何为不可为之事？若不可为之事为恶，君子当不为；若不可为之事为善，而君上使此善事成为不可为之事，君上便是昏君，不是吗？臣再度失仪，惭愧惭愧。此次朕做得了主，赦先生无罪。天下之大，包罗万象，有正便有邪，有阴即有阳。陛下乃天下共主，而非是扬善惩恶的侠客和判官。明君当如何？执国如执秤，若想使秤常平，君心当如镜，明辨善恶是非。再要执秤之臂有莫大的力道，才能平衡四海洪荒。臣如今已经不能为陛下之臂扛住太后之力了，却仍当尽绵薄之力
为陛下明心境，为朝堂重臣论是非。臣此次被贬除出京，理由是失仪，而非是抗辩太后任用非才之人。太后罚的是晏殊的狂傲浮躁，而不是晏殊的直言进谏。谢先生指点，日后便山高水长不得见，也不敢忘今日教导。如今科举取士标准文墨词藻所占比重过重，而经义策论不足。就取经国济民之才而言，轻重颠倒；然而更改国朝科考标准，牵扯甚多，尚未到能行之时。余愿尝试改变书院育才方式。正该如此。范仲淹有一言最得我心。他说：“读书人的忧天下之心比辞藻重要，而今许多学子却常以典故辞藻沾沾自喜，凌驾于人。如此学子入仕为官之后，如何能体察民情，对百姓疾苦感同身受？”范仲淹既才德兼备，何必屈于满腹功利之心的提举应天府书院之下？若能掌管应天府，当能改变学府风气，进而正一方世风。先生不如以应天府知府身份，改革应天府书院，更换提举应天府书院。哎，汉子，车不可停在此处啊！也不看看这什么地儿，府学，不是你这平常人随便进出的啊！赶紧啊，把车拉到一边去。别看了啊！还有雪见过来了，赶紧走。慢点。快走！哎呀，快拉走！哎呀，哎，快给我！夫子，快，把你这破车赶紧拉走啊！扰学怎么读书？我这车上都是吃穿住行的必备之物，怎的就扰了学子们读书了呢？学子们学的那是圣贤道理。范仲淹受晏知府所托，受聘来此教书。晏知府确实想让范先生来书院，但是尊驾。范仲淹是有功名的士大夫，怎会如此邋遢落魄的来到书院？简直有辱斯文！请问何谓斯文？范某又怎的辱了斯文？斯文便是指礼乐教化。礼要有礼容，穿着形容举止都有定式。这位自称范仲淹的先生，请问您的形容举止，难道符合礼仪吗？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，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相鼠有趾，人而无趾，人而无趾，不死何不得无礼！你们在课上学了一个礼字，学写了礼字的笔画，却是否知道这礼？有礼，人而无礼，人而无礼，不成此。礼当起于静，而能止于仁。
应天府书院好大的名头，端明殿学士文奇迹参知政事题榜，谁知学监竟教唆学生拿学问礼仪来欺负人，你简直就是一个伪君子！胡说八道！如此用来欺负人的学问，我看啊，不学也罢。我们还是回去求伯伯给官家上书，把这礼仪在外，这恶毒其中的书院啊，拆了也罢。不可不可！书院不是错，礼仪更不是错。走，快点！哎，快点把马牵走！坐来，快点！我可以吓唬这个学监的小老头子，可是我未必能护得了知府。我爹和我伯伯也定不会上书，也不会来拆府学。赶紧溜吧！赶紧溜吧！我是来教书的，我答应别人的事儿，怎可不守信用啊？教书？你教谁啊？你就教这些对你群起而攻之的愚昧顽童啊！顽童愚昧是因无正道教导。我未到此地时还有些犹豫，此时燕知府是非要留下来不可了。范兄，范兄已识朝廷俸禄，却依旧不改稼穑之能啊！范先生尚未言传，但已然身教。各位可领悟到了什么？周公上书无益曰：“君子所其无益，先知稼穑之艰难，乃易，则知小人之一。君子居其位，不能贪图安逸，要先知道耕种的艰辛，才能知道庶民的苦衷。这些光靠读书写字看典故是学不来的。”郎中，你再看看，怎么就能不中用呢？可否再加大药量，或者是换个方子？害就害在这换方子上了，我也是无能为力呀。换了方子，呀，官人说旧方无用，总不见好。之前的几味药又赶上金子的价钱，我是按照官人给我的方子去抓药监了的。不知是什么贵人兴起了用药材腌制果子，他们玩耍开心，可那是别人养家糊口做营生的果子，是救命的药啊！换了方子。换了方子，梁婆婆，原山。进士一甲第1人，应天府王尧臣。
我若金榜题名做了朝臣，不敢说建功立业，却定不欺上瞒下。进士一甲第2人，安阳韩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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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和儿看看，金科状元怎么样？进士第3人，于成。不好看。进士第3人，于成。状元郎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官家在大殿上为国取材，咱们娘儿几个不过是看热闹开心。不用引经据典的来背经书。吾也觉得今年的状元不算好看，可是榜眼还蛮不错啊。这个韩琦一表人才，颇有轩昂气度，也不知道定了亲没有。若是没有定亲，和儿喜不喜欢呢？我不喜欢，不喜欢。那和儿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，像，我不说。不能说的，就搁在心里头，不说。家父并未入仕，在虞城务农。家中可有族人在朝为官？叔父名冲，字景如，因抚琴词学科试中第，自天圣2年授著作侍郎，知霍丘县至今。那是因为，若说欺负人的源头，不是那几只猪头，是天下所有官的上司，是大宋的官家。我说的话，自当作数。可是你如此鄙视朝廷，鄙视官家，又考什么科举，做什么官？甚好。榜眼原来如此年轻啊，却是写的文章点中不乏犀利，讨论颇重要害，很好。学生议论狂妄，原是并无阅历，见识浅薄之故。年轻未必识浅。朕看来，那些已不合时宜，更无益于民生的陈冗旧制、陈腐习气，正需要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锐气，才能刺穿打破。比如，沿袭自前朝的方士之治，你不是便有许多意见要发吗？臣其实并未详作调查，只是因见一家一户的境遇，妄下断语。妄下断语。所以如今你觉得这方士之治很合时宜，不需要改。臣并未做足功课，金殿之上，不敢胡说。好，你没做功课，朕替你说。管是这些个朝臣勋贵的，在进士榜下怎么抢序，和儿都瞧不上这么俊美的榜眼。连这样少年英俊的榜眼郎，和儿都不肯要。许夫人以后找女婿，可要从哪儿找呀？娘娘恕罪，和儿还小，出言狂妄，
只是懵懂，哪里懂得婚姻之事？不懂婚姻之事，我怕他是太懂男女之情。这状元郎不好看，榜眼又不喜欢，是心气儿高，想着比状元和榜眼更高贵的夫婿。百姓欲求生活方便，便在坊间开了店铺。然而，坊间店铺越来越多，侵占道路，阻塞交通，居民更因抢地而争吵，甚至械斗伤人。因此，咸平年间，先帝才重下政令，拆除侵盗店铺。官家查得明白，之前使臣轻率批评，实在汗颜。然而道路畅通以后，执行官干脆恢复方式分开，百姓却无法适应，只因不愿放弃方便，便偷开店铺。自此，出现了一族专收养路钱的恶霸，借着开店百姓不敢见官，于是便趁机敲诈勒索。这，你觉得也不用改吗？其不敢在纸上谈兵。那一日，你一介书生，尚敢挺身而出与恶霸周旋，在坊间小院能对于富贵公子豪言壮语的议论政治民生，如今金榜题名，以榜眼的身份在这大殿之上，却唯唯诺诺。才成绿衣郎，便失赤子心了吗？臣从未忘记入仕初心。初心为何？为百姓请命，为君王分忧，为国保太平。那么此时，朕让你就民生之事发表议论，你为何不敢说？是怕影响了仕途功名吗？臣不是不敢，更不是怕影响什么功名仕途，而是亲眼目睹了梁家的家破人亡的惨剧之后，深深觉得，出于善意的鲁莽之言、任性之行，也许反而害人。尤其当这一言一行出自身居高位者时，梁家怎会家破人亡？朕当年分明让皇城司的人去寻了那姓朱的其他过失，押入了开封府的天牢。难道他后来又去了梁家报复滋扰吗？不，害得他们家破人亡的，并非那朱姓无赖，而是蜜饯梅子，被贵人赞赏的家传药字蜜饯梅子。蜜饯梅子，臣本来百思不得其解，是什么贵人的喜好，当年能让整个京城的富贵人家争相效仿，使得梁家维持生计的果子贵如玛瑙不算，连梁生惯常使用的药材，因与炮制梅子所用的药有几味重合，也成了天价。今日站在金殿之中，臣恍然大悟。大娘娘，荷儿剪好了，您看可还好吗？拿来我看看。
小小年纪手真巧，不错。可读些书吗？只识过些字，念过几篇《诗经》，年前6歌。大娘娘恕罪，年前官家教我画画，我很喜欢，娘就给我请了个老师。不过官家看了我最近画的画，说静静也没多大。和儿，你想留在宫里面时时陪着六哥吗？我想。娟娘，把前些日子张琪送的花鸟彩漆木桩盒给找出来，把和儿剪的花钿放进去。一会儿啊，我让娟娘再带上几色点心，让她陪着你去给皇后娘娘请安，把你方才剪的这个花钿送给皇后娘娘，看她喜不喜欢。大娘娘，这花钿你不愿意让皇后娘娘喜欢你吗？不是，是和儿恐怕皇后娘娘不喜欢和儿。皇后娘娘是六宫之主，你想留在宫里面，你便要想法让皇后娘娘和她周围的所有人都相信你敬她、重她、服她。不想做，做不到，还想留在宫里？你觉得官家会帮着你、护着你吗？大娘娘，手中把张茂泽带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拜见大娘娘。官家仁厚爱民，才会自省自责。为诸般巧合之下的无心之失如此痛苦，人君本色，无心甚微。和儿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呀？求大娘娘息命官家喝水吃饭，再自省自责。娘前几日就说，官家这些日子身体不太好，又犯了头疼的毛病，前几日还在低烧，现在再一整天不吃不喝，怎么行？官家心里社稷万民为重，自身安适为轻，所以看见百姓苦痛，他自然会自省差错。等他想通了，想透了，才能在今后处处时时的言行为百官的榜样，更利百姓。和儿不太懂这些，但官家若不吃不喝病倒了，那会耽误朝政大事吧？那样就不利于百姓了呀。和儿果然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那就派和儿替吾给官家好好说说这个道理吧。官家如何了？官家不准人进去伺候，只他一人在殿里。交给我来吧。六哥哥。和儿，你是跟婆婆一起进宫的？哦，今儿跟着娘和姐姐在太清楼看状元，大娘娘留我在宫里住几天，陪她说话。六哥，茂泽说你今天一天便只用了早膳，心想肯定饿极了，是展现和儿手艺的好机会。
手艺。这碗糖粥里面的桂花糖是荷儿做的，爹娘都说没有姐姐做的好，不够清甜。荷儿不服气，想让六哥来见。六哥今儿一直不肯用膳，若能将这碗糖粥都喝了，那肯定是荷儿做的桂花糖的功劳。是大娘娘让你过来，告诉你这么说话的。你什么时候也成了大娘娘的传话筒了？这碗桂花糖就是我做的，我没有说瞎话。帝与永庆公主曰：“汝生富贵，当念惜福，岂可造此恶业之端？”公主喜欢用羽毛，也没什么大错，怎就成了恶业之端？太祖说，当朝的公主用这种前所未有的奇异装饰，那天下的女子都会争相效仿。不几日，大宋便再也见不到翠鸟了。荷儿不是皇家人，皇室之人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都牵动百姓的生活生死。皇家人可说拥有天下，亦可说无一私物。若执于思念，便可伤了10分的社稷，100分的民生。这一次，官家算是真的懂了。临雅昭德节度使萧运提出，我使节出使辽，居殿上位次很高，辽来使节位次较之远低，应升位次。成卿如何回的？臣兼具之，回他：前元节各位使节位次乃先帝所定，不可更改。回得得体。之后，大辽政事舍人杜防再论，便说大辽使节乃大国之卿，天朝却以小国之卿待之，不妥，望升位次。臣再兼具之。臣博士杜防，两朝岂有大小之疑？极好。辽使为贺前元节而来，便是恭服尊敬，位次乃是细节小事。我泱泱大国若是如此，倒显得忒小气了。此事可应允辽使所请。绝对不可。臣造次，请官家降罪责罚。但是，臣便万死也要觐见，辽使之情绝不能允。好，便请成卿说说，为何辽使之情绝不能许啊？辽人狼性，不知餍足，若得小利，必贪大利。此时是位次之争，若国朝退让，更改了先帝定下的遗制，在他们眼中，不是国朝宽和仁厚，而是可争利的软弱。此次争礼仪位次，下次会不会是布帛粮米？再之后会不会是领土疆界呢？很好，成卿远虑。朕冲灵健作，才露识浅，亏有太后教诲，众卿提点，才得朝政清明。
官家仁厚，心怀善念，愿礼尚往来，这是帝王的浩然之气、雍容之姿。然而我等臣子胸怀气度，自是远不能比陛下，难免锱铢必较。如今是辽臣在细枝末节上强词夺理，程琳作为国朝臣子针锋相对，虽失了些雍容，臣以为辩驳的却也恰当。既然王相这么觉得，那辽史所提未辞之事，就交给程琳继续锱铢必较吧。官家，王相到了。官家，今日想上书高尧谟。王相认为，程琳此人为人如何？程琳为官10年，有勤勉正直之名，治世之才。正直。那么王相如何看待他向太后献母后临朝图？先帝才驾崩，他便挑唆母后学武则天，溜须拍马，这难道不是奸佞投机的小人所为？论事论人，不能脱开前因后果呀。哦，那他向母后献图，又是什么前因后果？此事程琳虽做得不妥，但是也难测本意中间。当年朝内有丁谓之流，趁主少国疑，妄图扰乱朝政。当时盼太后能强悍决断，把握大权，莫要被奸臣颠覆朝堂的朝臣，可不止程琳一人，也未必是邪佞啊。但是他将母后比作武后，那岂不是将朕比作李显，那个一辈子被女人牵着绳子的悬丝傀儡？武后之所以之后称帝，未必不是因为几个幼子无法掌握朝堂，主少国疑，群臣人心浮动啊。然而，君主不会永远年少，天子成不成傀儡，不在于一个臣子如何说，也不在于垂怜母后，而在于陛下。那么王相认为，成为众心所向的君王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官家，臣今日为官家讲上书。高尧与大舆论为君之道，他觉得君乃万民之表率，但是把谨言慎行放到了诸多美德之前提起。之后，他们再论君有九德，又将宽仁敬慎居首。将上书高尧谟，所以王相是想告诉朕，君临天下原来不是开疆扩土，不是建功立业，是谨小慎微，如履薄冰，何不干脆改成个人？真失态了，先生莫怪。请官家赐笔用。圣君的谨慎，源自于仁厚。圣君谨慎是怕犯错，而圣君的怕，恰恰是因为知道自己的强大。强大？怕自己强大？君主是最高权柄，一言可
可服万民；一言，可获四海。若君王不仁，不以万民之苦自苦，自可肆意独断，任性而为，此不必怕，更不必忍。已经10几年没有这么热的夏天了，磕个蛋在地上都能摊成蛋饼了。2个月了，一滴雨都没有，这天邪性啊！附近都已经热死人了。听说官家已经捡到1日1善，在开宝寺去敬天祈雨。啊，老天爷要是真被什么事儿给惹着了发怒，瞧在官家挨饿的份上，就赶紧给点雨吧。官家挨饿，不就是做样子给百姓看？还真能下雨啊！陛下因天旱而罪己，难道只是做个样子给百姓看的吗？范先生，范先生，童书。晏知府，范兄，久仰范先生。这位是天圣5年状元郎王尧臣，在京任秘书省著作郎，执集贤院。此次两京大旱，官家派他来南京，一是带来一批经翰林学士院整理校对刊物的药方，有助南京官员抗旱防疫派发药材；二是为陛下特使，详查南京灾情，百姓所需，以便朝廷赈灾抚恤。王职员辛苦。正是要请范先生选些府学的学生帮忙抄药方，按方煎药。我这便去选10余个最谨慎的。观陛下行事已大有人君风范，又运筹帷幄，处事不乱。我上月已上书，陛下已承言，又仁厚聪明，请太后撤帘，陛下亲政。但是我位为言轻，若是晏知府能够请朝中大臣一起联名上书，定有功效。方才先生的教导，学生懂了。陛下惧天，所以天旱时罪己挨饿，是为了自省以往施政有无不当，然后又极尽人力赈灾抚民。陛下的敬天是落在了爱民2字上。曹公子在这儿读的书、学的道理，虽未必能直接报效朝廷，亦可修身，将来相夫教子持家，也是极好啊。我的未来夫婿只想修仙，不需要我。先生，抄写药方，帮助官差查缉灾情之人，可否算我一个？让我在身为府学生时，也为陛下替百姓做点事。你是顶替你兄长的名字才入的学府，终有不妥。我看呢，你不如早日经史子集，学生哪里不如人了？辜负了先生的教导了，还是没守规矩，惹是生非了。学生但有言行不妥，先生指出来，学生定会改正。何有不妥？曹公子在这学得忠君之心，倒是甚好。只归这些日辛苦了，也亏得是你这几年广察民情，与那些店主小贩、坊间百姓都能熟识，安排官差查疫情、分派汤药，点数病亡，才能这样快捷顺利。你带领官差去，也让百姓少些误会猜疑。
官家折煞臣了。此次诸位同年，深感官家仁厚爱人之心，对我等栽培之意，俱全力以赴，其何敢一人居功？甚好，安琪这几年也学得谦逊了。当年年少轻狂，不堪回首。官家，还有一事。什么？听说中书压着几份札子，是范仲淹、滕宗亮等人上书，请太后撤帘，官家亲政。听闻太后身体不适，今日朕提早回宫，给太后请安，侍奉汤阳。是。官家才子。你给我重新梳头，拿帕子给我擦擦脸。进了禁中就不回去更衣了，直接去见太后。是。长大了，他这么快就长大了，这么快呀！娘娘，任督之前我来报一声，官家从开宝寺回来，直接来探望娘娘。快叫娟娘来给我挽个发髻。荷儿，把粉盒和胭脂给我拿来。是不是这店里有点气味啊？快燃香。昨日吃了一些药，今日并无大碍。官家才是辛苦了，又捡膳食，又在寺院择己苦修，还提前安置了太医问诊，在交通要道立凉棚赐茶赐药。我是自己中了暑气，才想起此事。刚安排吕夷简去办，才知道官家早就办好了。这几日越来越有明君的气度和胸怀，而且还沉得住气。一切都办好了，在娘这儿一句都不来显摆。好不容易得大娘娘一次夸赞，却是冒认了旁人的功劳。若不是不敢欺瞒大娘娘，儿子还真舍不得把这份功劳还给正主了。翰林医官院那边安排的，都是王曾、张之白一手办的，儿子哪有什么功劳？他们领着翰林院去整理修订医书，以校错刊印颁于天下。这难道是自己想做就做得了的？范仲淹上个月的札子说：“良医救人，良相济世。”这两者是平安盛世最不能缺的。而要成为良医之源，首先就是要让学医者人人都能得见完整详实的医书医方。好，立凉棚是王曾和张之白的行事。整理医书是范仲淹的奏章，任用范仲淹是晏殊的主意。那么把晏殊调任应天府倒是无的意思了。看来官家确实除了捡膳食，在寺庙择己苦修，什么都没有做啊。但愿上天怜我诚心，
早日赐予。好，这几日官家辛苦了，我也六神不宁，就都早些歇息吧。大娘娘好生将养。官家坚持贵在开宝寺，参悟到我们有什么严重的失德吗？儿子愚钝，但是祖宗神明，想必都是看得见的。他们什么时候觉得儿子所受的苦，能勉强弥补所失的德了，自会赐下甘霖，驱驱酷热，给百姓安宁的。失德，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大宋？对不起赵家。任守忠，唤任守忠过来，让他快马加鞭去皇陵，带上南方刚送的生鲜果品，带上最好的清热去暑的药材。再选上上等的金银玉器，跟他说，官家勤政英明仁爱，是一个最好的官家，快去！是。给吾梳洗更衣，吾要看奏章。自立春至大暑将过，京畿路、京东西路滴雨未见，而河北路虫灾泛滥，70%桑苗被虫食，农桑皆疮。臣与3、4、6部商议计算过，旱灾虫灾若持续至秋，必有10年不遇之饥荒。我等需早作筹措，调荆州、两浙、江南粮食入京。尚书洪范言道：“见衡阳弱，朝政有所措施，才会久旱不雨。自先帝宾天，吾勉强陪伴官家临朝，每日战战兢兢，不得松懈，至今已有数载。所幸上天垂怜，这数载算得国泰民安。然而近日吾以为，诸司各守其职，无需事事躬亲的过目，便有些松懈了。谁知上天便以大旱警示，可见失德在于吾。官家还小，吾不得松懈。臣以为，并非太后之事。官家已经成年，天性仁厚，聪慧勤勉。太后不再如先帝才走之时事必躬亲，是顺势而为。若说失德，太常寺已上了札子，无证不序，养育失衡，乃辅臣无状。臣受先帝遗命辅政，如今正有错失，皆臣等过错。
未达天界，臣咨请。朕亦昼夜反复自省，久旱不雨，重拾桑苗，这是朝政，还是朕与诸卿的德行出了错失？于是，朕于祖宗神明前虔诚求告，只求能得些微指点。朕于开宝寺玉清昭应宫反省了月余，却未能得祖宗神明任何指点。朕未得上天指点，错处何在？然朕所见，朝政始终循先帝之法，并无篡改。辅臣鞠躬尽瘁，为朝廷社稷白头。而朕亦自问，对大娘娘尽孝，执礼甚恭。若此为天界，朕究竟该如何达此天界？天意难测，然朕为社稷之主，万民之君，唯愿与卿等共修正事，为政以德，爱民以仁。我君臣共同夙夜勤勉，以达天界。臣等愿辅佐陛下，随王相、张相共同勤勉政务，共达天界。老臣虽已风烛残年，但身为辅臣，受先帝重托，愿于老病之身，辅佐陛下，共达天界。愿辅助陛下，共达天界。愿辅助陛下，共达天界。愿辅助陛下，共达天界。如此甚好。太阳。死疯了！下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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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啊！下雨了！啊！下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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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官家在做什么？官家在劈闸子。没有谢祖宗护佑，天降甘霖吗？官家说，祖宗尤其是先帝之愿，必定是让他迅速熟悉朝政，撑起大宋的江山。今日太后在殿上的自责，令官家惭愧不已，更发愿10倍于以往的勤勉，让太后能心无挂碍，颐养天年。官家，张相今日在殿上表了态之后，回去便又犯了病。他这个身体也确实该当退下去了。但是他今日殿上如此表态，说与王曾一起辅佐陛下，却是深深被陛下替辅臣承担失德之责所感，坚决地站在陛下这一边，是暗示辅臣也不支持太后家中对朝政的掌握了。
大娘娘派人手中去张府探望张相，张相上了札子，说自身此番病症恐怕难愈，无法再为朝廷效力，再次请辞，见了吕夷简参知政事。吕夷简也确是个识大体的。还有呢？张相上了札子，恳请调晏先生回京。官家已经成年，这一年又处处显出人君风范，太后也该撤帘还政了。先帝大行以来，太后垂帘，这些年倒算是政通人和。太后为政确实也算是公正清明，可官家已经成年了，又端肃仁厚，太后干政日久，于理不合呀。哎呀！哎，西文啊，那个复辟，哎呀，童叔觉得他文章如何呀？真好文章，难得呀。尤其是他那篇。西文，有件事问你，知道便讲，不知道也无妨。那个复辟可曾娶妻？可有定亲？小女倾诉。从小痴爱读书，诗词文章写得倒比那几个弟弟更好些，便有了心气儿。昨儿个竟对我讲，谁来提亲，不报家世，只看人品文章。哦，姐，要么我们还是先回去，等安顿好了再来吃酒听书吧。娘催了几十封信让我回去，等我回家，我就要开始准备学女工，还要绣嫁衣，怕是再想出来都难了。等再嫁到李家去，客官，客官，到了咱们这清风楼啊，还不赶紧去叫几壶羊羔酒，2碟子蜜枣核桃。走。来2碟蜜枣核桃，琥珀白果，梨子雪樱桃，谢欣欣雪莉，再来3碗炒剁，月牙推进八子。错过这些，也再不能错过咱们百味羹。哎，客官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，你看那儿，客官请。这羊羔酒当真香醇的很。从前我也尝过，却从未觉得如此齿颊生香。菜来喽！哎，1年多在应天府再回来，怎的竟觉得东京处处比从前繁华似的？菜好酒香，人人开心，处处热闹。您说的可真没错。说了1年前，还不是这般光景，这都是咱们官家长大成人，开始亲师仁政了。是什么新人证呢？就说咱们酒楼吧，从前那只能买公家酿好的官酒在酒楼卖，公家定价，公家强卖，那不管酿的酒怎么样，你也没得可选。如今公家为繁荣酒市，改为公家卖酒曲，谁都可以自行酿酒。嗨，像咱们这样有绝活的酒家，那可是如鱼得水呢。2位慢用。我们老板娘说，这店能存下来，原就是靠当今皇帝。我们又何必供奉其他神佛？
咱们爹和皇帝的故事啊，这些天都被说书的、演杂戏的变成戏在瓦子演了。且慢，我大宋律例本不同前朝。你怎么看自己看得如此难受？不是该欢喜吗？你还嘲笑我？我这奉旨看戏，内心还要默念昨天官家的教诲。子曰：“君子不伐。”怎的办了分内事，片刻间满东京城竟然说唱起来，连朕的肖像都已经被贴到了那酒楼面馆之内。就连远在应天府的晏先生也来信问朕此事。志贵，你可得凭良心讲，当真是臣万万不知此事那样无辜。道德官家下了圣旨让你去瓦寺，才知道官家成了戏文的主角，自己成了配角了，不成？那也不是为了自夸，也不是为了给官家颂德，只是为了今后推行新律能够更顺遂一些。启奏圣上，启奏圣上，此事虽按律当判与出嫁女张丽华1/3，然清风楼及各家店铺这财产家和早过了万民钱呐。清风楼及各店之资财虽厚，却皆由此女朝夕勤勉劳作经营而得，从无不法之处。数年缴税极丰，朕有决断。财产悉数判与张丽华。但如从未如此时一般，恨自己不是男儿。若丹叔能是男儿身，定要去朝廷之中，倾尽才能心血，辅佐你成千秋功业。
官家，参知正是张之白，没了。昨日，太后亲自去张府探望，张相言语已经费力，但再次向太后面陈，请求调晏殊回京。今日一早，太后便交代，让中书今日便以调晏殊回京之事。恶者，人之本也；风者，恶之利也。恶欲减，才莫显。多谢先生。陛下万不可再唤臣为先生。陛下还是太子时，臣是太子舍人，只是陪太子读书，并不是先生。现而今，你教我的，比谁都懂，你就是我的先生。今年春茶送至晋中时，但愿不必再快马送去应天府，可与晏先生在此同饮。彭叔啊，才闻之吕兄升任参知政事，恭喜吕相公。这官家最开心的是看见童叔回京了，啊！官家到。先生回来了。官家长大了。先生离京之时，朕曾满心迷惘，又有疑惑不平，总觉先生一去，朕一发没有依靠。官家已非是从前的官家了，怎会没有依靠？什么？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我的姑娘，你从前小的时候，千万个不愿意跟夫人进宫赴宴，今日怎的转了性子，求着夫人带你入宫？哎呦，你要出嫁的衣裳还没做多少。我那夫婿一心想成仙，根本不想娶我，谁会管什么出嫁的衣裳？晋升，姑娘。以后我得跟你娘讲，你也大了，再不可和男孩子一道念书，一道练武。
怎么连编排未来夫婿的话也传了出来？哎，你又叹什么气来？真的假的我也不在乎。如果我那夫婿想修仙不理我，我逗乐的空闲多，可以念书。哎呀，好了，想那一心修仙的夫婿又有什么用呀？哎，兴许过了2年，他修成了仙，家里边来退了婚，姑娘。好，不说了。今天太后召伯母和娘亲入宫，和其他的夫人们一起学养蚕纺丝。娘肯带我入宫，我定会规规矩矩、从容有度，拿出曹家千金的风范的。好了，走了。哎，回来，还没完呢。仿佛也没什么用。就算让太后知道我是大宋最好的名门千金，她也不会召我入朝为官，辅佐皇帝。